代替滨溪线的三条岭站是全台湾唯一一个车无法度驶到火车头的车站，民众的出入路拢爱行铁骑路。新北市政府甲代替最近就设一个临时的便桥，按算月中就会开放。工作人员来回检查确认，当60公尺的临时便桥外边加设120公分的通行道，让过路人和奥多麦当行。三条岭车头过去连外是无路通行，游客和居民才会当利用铁路桥的维修便道来行。这嘛总算有路啊！这部分我们还是把它移设到这边，将人行道空间拓宽120公分，远离轨道，解决当地居民百年出入不便问题。在便桥完工了后，游客要去三条岭车头附近的三条岭水墙群，也是生态蹦康这个景点嘛，搁较利便。不过，今是并溪线，亲像10分站、并溪站沿线拢是店家，嘛是放孔明灯的热门景点，让游客行伫铁骑路。在铁骑路顶悬咧放孔明灯，再搁翕相来纪念。所有来火车来啊，虽然讲有淡水泥来经过，但看一寡所在是有放禁止软轨告示，游客认为恐惊是违规。在这个模糊地带上，就是可以允许，就是旅客可能在这个轨道上，然后放天灯，然后做一些观光的事情这样子。我觉得还 OK， 但是就是变成说店家什么要协助去看。可能也要跟客人提醒说，等一下可能会比较赶。假设你的时间离火车发车时间很近的话，等一下的时间可能会比较赶，我们要快速解决。这样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弯道啊，附近可能或山洞出口，车子出来可能不急于去警告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立牌子警目穿越。台铁公司表示讲，特定区段嘛是袂当安尼甲过，但是因应当地观光特色产业，火车进站进前会先停车淡水泥来警示，过去嘛有一直宣导。协调店家来倒疏导游客，记者综合报道。